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讲到了说，具有独觉种性者将如上的见解呢，与中品的福德之量，就是二者双运之后呢，并于百劫等期间当中修习之后，能证得中品菩提，也就是独觉的菩提。那今天呢，就是从第6页呢，就是诸菩萨将如上的见解呢，与上品的福德之量呢，就是二者双运。那这边指的就是上品的福德之量呢，就提到说像是礼敬、绕塔、供养等等呢这些福德之量。那在这边呢，为什么会想要说用诸菩萨呢？用诸菩萨，我们会讲到说上面呢就讲到说就是具有独觉种性者，或者说具有呢声闻种性者。那既然讲到说声闻独觉，那接下来为什么不直接说具有大乘种性者？要讲到说诸菩萨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一切有部还有经部中呢，他们是属于小乘的中医师。那小乘的中医师呢，他们并不承许大乘，因为他们承许的呢是大乘非佛说，所以他们说大乘的教法呢是在佛陀灭度之后呢才成立的，在世尊还在世的时候呢，并没有所谓的大乘以及大乘的这些教法。所以呢，大乘的经典呢，也并不是佛所说的，所以呢，他们在这边呢，并不会用到大乘的这个词，他们只会说是诸菩萨。所以这边用诸菩萨的原因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说小乘的这个中医师呢，无论是切有部或是经部呢，他们并不承许大乘，所以这边才不会说是具有大乘种性者，而是直接讲说诸菩萨。龙树菩萨呢，他在宝鬘论里面呢，就是我们知道说龙树菩萨还有照中观理具六论。那中观理具六论里面的宝鬘论呢，它里面就有特别成立呢，就是大乘是佛说。那龙树菩萨他主要成立大乘是佛说呢，他最主要成立的对象呢，就是为这些小乘的中医师呢，为他们所成立的，就是要告诉他们呢，就是大乘的经典呢，同样是佛所说的。那所以呢，我们在阅读很多关于就是一切有部以及经部中的论点的时候呢，会发现说他们呢他们不会使用大乘这个词，凡是要用到大乘这个词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以诸菩萨呢来替代。那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说他们不承许说大乘是佛所说的缘故，所以如果之后呢在阅读像是下部中的这些经论的时候，他们的论点的时候呢，要是有看到很多地方是用诸菩萨来表示的时候，就表示说这边呢其实他们的意思呢就是指大乘的意思。那以就是中观中还有唯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们会说就是虽然一切有部和经部中呢不承许大乘，但是呢是一切有部和是一切有部还有是经部中的话呢，不表示说它就一定不会是，它就一定不承许大乘。那像是以中观或是唯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像是有一切有部中意识的菩萨，同样呢也有经部中意识的菩萨。那无论是一切有部中意识的菩萨，或是经部中意识的菩萨呢，他的心绪呢是具备大悲心的，所以呢他们本身呢就是大乘的行者，所以他们同样呢也是承许大乘的，所以并不是说只要是一切有部或是经部中的话呢，他们就片式呢就是不承许大乘。所以这两个呢就是我们要区分清楚的，就是虽然呢一般我们会说一切有部还有经部中呢不承许大乘，但是不表示呢是一切有部或者是经部中的话呢，它就一定呢不承许大乘，因为呢同样有承许是承许有大乘的一切有部和经部中的，所以这两个呢要分清楚，因为有的人会认为说，只要是一切有部或是经部中的话呢，他们就是不承许大乘。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没有一切有部中意识的菩萨，同样呢，也不会有经部中的菩萨，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两点是要区分清楚的。举例来说呢，就像是我们知道说阿底峡尊者，也就是造了就是菩提道具论的阿底峡尊者呢，他的老师呢，就是有一个西玛拉悉达。那西玛拉悉达这位阿底峡的上师呢，就是大师共许呢，他是资粮道的菩萨。那也就是呢，刚刚所讲到的呢，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上师呢，就是像西玛拉悉达这位上师呢，就是承许他是一切有部的这个
资粮道的菩萨，所以呢，就是表示说呢，资粮道呢还是有，就是还是能够在心绪之中，不是资粮道，一切有部呢，一切有部还是能够在心绪之中呢升起菩提心的。因为呢，我们主要看他是否为大乘的行者呢，最主要呢，并不是以见解，就是从他是否承许无我，他是否承许空性，或说呢，他是否能够证得不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空呢？并不是从这个角度呢，从见解的这一分呢来成立说他是否是大乘。那他是否是大乘呢？最主要就是看他的心绪之中是否能升起一切有情，为利一切有情愿成佛的这个菩提心。那无论说他是透由七因果的教授修习也好，或者说透由自他换的修习也好，那总之呢，就是他的心绪之中有了大悲，然后以此大悲为根本的，然后由此呢升起菩提心的这些行者呢，就称之为是大乘的行者。虽然说呢，就是我们承许到说，就是有经部中，还有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大乘资粮道的菩萨，但是呢，无论是以唯识中的角度也好，或是以中观中的角度也好呢，就是你所持的见解呢，要是一切有部或是经部中的这些菩萨呢，他顶多就是能够承办大乘的资粮道，他是无法进入到大乘的加行道的。那当然，这是以中观中还有唯识中的角度呢，看这些具有一切有部见解的这个菩萨和具有经部中见解的菩萨呢，他最多呢就是只能够成为资粮道的菩萨，他无法成为加行道的菩萨。那当然，以一切有部至中，或者说以经部中至中的话，他但承许呢持他们的见解的这些菩萨呢，他是可以从资粮道一直到加行道，乃至于成佛呢，都是可以的。但是以上部中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一切有部和经部中的这个菩萨呢，他顶多呢就是只能够承办到资粮位，他无法进入到加行道。那为什么以唯识中或者说以中观中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切有部和经部中的中义师呢，他只能够承办大乘的资粮道，无法承办大乘的加行道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从资粮道到加行道呢，就是心绪之中呢要升起就是缘法无我的直观双运，缘着空性或是缘着法无我的直观双运。但是我们知道说呢，一切有部以及经部中呢，他们并不承许有法无我，因为呢他们是堕入于常边，所以他们并不承许呢有法无我，所以呢他们心绪之中自然无法升起呢缘法无我的这个直观双运的缘故。所以呢以唯识中还有中观中的角度呢，一切有部和经部中的有情呢，这些中义师呢，他们顶多承办大乘资粮道，但是却无法进入大乘的加行道。那这里呢就讲到说，诸菩萨将如上的见解，那如上的见解呢就讲述到说，就是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见解。那就是这样的见解呢，配上福德资粮呢，二者双运呢，才能够成就佛道。那为什么会用这个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为他的见解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呢，一切有部呢，他在承许三乘的时候呢，他会承许说，三乘的主要所修呢是没有差别的，就是无论声闻也好，或是独觉也好，或是菩萨也好呢，他们的主要所修呢都是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那为什么说一切有部呢会将菩萨的主要的所修呢安立为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因为呢他无法安立比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还要更深的这个法无我的见解，所以他无法呢像唯识中一样，就是在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之上呢又安立一个二取空，然后呢秩序派会在这个见解之上呢又安立第十空，那应成派呢会在这个见解之上呢又安立自性空。因为不特伽罗他没有更深的见解的缘故，所以他只能呢将三乘的主要所修呢安立为一样的，也就是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之外呢没有比这个还要深的见解，所以三乘的主要所修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呢？就是一切有部呢，它无法如同唯识中一样，能够在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之上呢，再安立一个二取空的见解呢？那我们知道说呢，就是唯识中呢，它为什么要安立二取空这个见解？那所谓二取空的见解呢，就讲到说，它所支持呢，就是支持色与直色之量呢，就是一体空，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体性相异的这一点呢是不存在的。就比方说，它要支持呢色与直色之量呢，二者呢是体性一的。但是如果说呢，
一切有部和唯识中一样承许二取空的话呢，那它就要承许呢色与直色之量二者呢是体性一的。但是呢，它并不这样子承许，它不这样承许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一切有部呢，它是承许色和直色之量二者呢是体性相异的，因为它承许外境成立的缘故。它既然承许外境成立的话呢，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承许色与直色之量二者呢是体性异的这一种体性一的这个体性相异的这个不成立呢，它就不会去成立，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承许色与直色之量一体空的这个见解，所以呢才会说它无法和唯识一样，唯识中一样呢，在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之上呢，再去安立一个二取空的见解。那同样的呢，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就是诸菩萨，就是刚刚讲说诸菩萨呢，他们为什么所持的见解呢，就是无法成立一个比真实独立实体空还要更深的见解呢？那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那秩序派的见解呢，又比二取空呢，就是来得更为深细。那秩序派所承许的法无我呢，他所承许的是第十空。那他既然是承许第十空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他就不承许是第十成立。那因为不承许第十成立的话呢，那直持第十成立的这个见解呢，自然而然呢就是他的所断。但是呢，一切有部呢，并不承许说直持第十成立呢，这个是所断，这个是所破。为什么呢？因为他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第十成立的，乃至于说像是依他起这些呢都是第十成立的。但是如果说你把说直持第十成立呢这个安立为所断的话呢，那一切有部它就无法承许，所以自然而然它也无法承许呢秩序派所承许的第十空。那同样的，为什么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说诸菩萨呢，在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见解之上呢，能够如同应成派一样呢，再去安立一个更深细的，就是法无我的这个见解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应成派呢所承许的法无我呢，是讲到说就是自性空。那讲到自性空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它的所断呢就是自性成立，所以直持自性成立这个呢就是它的所断。那它的所证呢，应成派的所证呢，就是直持呢自性成立空的这个呢是它的所证。但是呢，我们知道说除了应成派，应该说秩序派以下，那秩序派以下呢，就是除了唯识宗之外呢，那像是秩序派以及一切有部还有经部宗呢，他们都全承许呢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所以他既然承许诸法都是自性成立的话呢，他就不会去承许说直持诸法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呢是所断。那同样的呢，你承许的诸法都是，你这样承许直持诸法都是自性成立的，这个都是不会是所断的话呢，那你自然无法承许呢直持诸法自性空的这个智慧呢是他们的所证。那所以他自然无法如同应成派一般呢，在诸法都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之上呢，再去安立一个诸法都是自性不成立的这个见解。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他只能将三乘的一切有部呢，只能将三乘的见解呢，主要所证呢都安立为一样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呢，这边只讲到说诸菩萨呢将如上的见解，那这个如上的见解虽然说只有几个字，但它包含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的广。也就是呢，它包含的就是从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一切有部呢，它承许说就是三乘的主要所修呢是无有差别的。那既然讲到说三乘主要所修是无有差别的时候呢，那就要去了解到说为什么呢？一切有部呢，它能够承许三乘的所修是无有差别的，它为什么无法如同唯识或者是说像是秩序或者说是应成呢，会安立一个就是更深细的这种见解的原因？那这个呢，就是虽然说它只有一句话，但是它包含的内容呢就非常的深广。而且就说呢，这边讲到说上品的福德之良，那为什么去安立到所谓的就是智慧分以及方便分呢？那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我们要成佛的话呢，所要承办的呢就是色身以及法身这两者。那人们就说这边承办色身与法身呢，是以一般就是所有的这个中义的这个见解呢来做解释。那当人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要讲的时候呢，他自己对自己说敬语，所以人们就在那边笑说他自己对自己说了敬语。
所以呢，在安利到就是福德之量以及智慧之量这两者呢，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我们在承办佛身的时候呢，最主要是承办佛陀的色身以及法身。那当然，我们又可以分为就是承办佛陀的就是身与意的功德，那法身呢，指的就是佛的意功德。那要承办佛陀的意功德呢，那佛陀意功德它当然并不是一个常法，像外道所承许的呢，就是他们导师的功德是常法。那既然不是常法的话呢，就表示要承办佛陀的意功德呢，也就是佛陀的法身呢，那就要有一个承办的因。那承办佛陀法身最主要的因呢，就是智慧之量，透由智慧之量去承办。那承办佛陀的色身呢，那色身呢就包括佛陀的身功德以及语功德。因为呢，色身最主要呢就是能够直接承办有情利益的，能够直接利益有情的呢是佛陀的色身。那要承办佛陀的色身，那当然这个色身就是包括佛陀的身功德和语功德。那承办佛陀色身最主要的因呢，也就是福德之量，所以才要分为福德之量及智慧之量两者的原因。所以这边讲到说上品的福德之量，那我们讲到说福德之量的时候呢，像是刚在讲述中品的福德之量还有下品福德之量的时候呢，最主要是讲述到说像是礼拜啊、绕塔等等这些。但是以菩萨的这个上品福德之量的话呢，那就不只说像是礼拜，还有像是绕塔等这些，而是包括了像是菩提心，还有像是大悲心等等。那就是因为呢，菩萨呢，他的这些无论说像是礼拜也好，或者说像是供养、绕塔等等呢，能够安立为上品福德之量，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有菩提心所摄持的缘故。那上面呢，就是无论是声闻或是缘觉呢，他们的福德之量呢，因为没有菩提心或者说没有大悲心所摄持的缘故呢，所以它无法成为这个上品的福德之量。所以呢，菩萨呢，他透由就是上述的见解以及上品的福德之量，二者双运之后呢，然后在三大阿僧期间休息之后呢，能证得上品的菩提。那这边呢讲到说就是二者双运，那双运的意思呢，就是只要说两者同时休息，就如同我们讲到说止观双运的时候，就是讲到说即止呢还有胜观呢，就是两者同时的这个修行呢叫做双运。所以同样的呢，这边在讲到说如上述的见解呢所指的呢就是智慧分，那上品的福德之量呢指的就是方便分。所以讲到说二者双运呢，就讲到说方便智慧呢就是二者双运，二者同时修习。那所以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诸菩萨呢，就是在我们刚刚就讲到说，一切有部呢，并不会用大乘这个词，所以讲到说，诸菩萨呢，它透由就是智慧分以及方便分呢，就是二者双运之后呢，在三大阿僧祇劫修习。那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修习的这个是如何做修行的呢？就是它这个资粮是如何做累积的？就讲到说，诸菩萨呢，他在资粮道还有加行道的时候呢，他会花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做修习。那接下来呢，就是从初地呢到七地，也就是不净的七地呢，那同样呢，不净七地的时间呢，也是花了一大阿僧祇劫做修习。那最后呢，就是八地、九地、十地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清净三地。那清净三地呢，也是花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呢做修持。那就是到就是累积了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之后呢，那最后就是在菩萨最后有这一生呢，他能够证的就是上品的菩提，也就是成就佛位。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是从前面呢，就是可以看到说，就像是声闻的菩提呢，称之为是下品菩提；那独觉的菩提呢，称为是中品菩提；那大乘的菩提呢，称之为是上品，不是大乘。佛菩提呢，称之为叫做上品菩提。那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声闻乘呢，它在累积资粮的时候呢，只要花3世的时间。那独觉呢，它要花100劫的时间呢去累积资粮。那大乘呢，它在累积资粮的时候呢，要花上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呢去做累积资粮。那我们会讲到说，声闻乘呢，还有说独觉乘二者呢，它除了就是在累积资粮方面呢，就是有差别之外呢，所以安立为一个是下品菩提，一个安立为中品菩提之外，那以诸菩萨来说的话呢，诸菩萨它除了它和下部中的差别，它除了
它和声闻和缘觉的差别呢，除了说累积资粮的菩提之外呢，那和它所断的呢也是有差别的。那就是呢，有一种讲法是说，有一些是承许说一切有部呢，它并不承许有实地的这种案例的。那这个是有些人呢会做如是的程序。那我们刚刚就讲到呢，就是声闻乘还有缘觉乘呢，他们在程序就是他们会讲到说这两者呢，他们在所断之上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因为呢他们所断的呢都是具烦恼之障。然后呢，所以他们唯一的差别呢，就是差在说，就是他们所累积资粮的时间。那大乘呢，相较于就是不是大乘，诸菩萨呢，除了就是声闻以及缘觉之外呢，相较于声闻和缘觉之外呢，除了说他们在累积资粮之上有差别之外，那同样呢，大乘它的所证呢，也超胜于就是声闻以及缘觉，因为呢，就是诸菩萨呢，他所要断除的呢，除了就是具烦恼障之外呢，他同样的呢，他也要断除呢，就是非具烦恼之障，就是到实地最后有累积三大乘期劫呢，到实地最后有菩萨的时候呢，那他要对于说具烦恼之障以及非具烦恼之障呢，二者同时断除而成就就是上品的菩提。就是呢，人们记得说，我们在讲到一切有部的时候呢，就是有两个字呢没有办法去使用。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所知上，因为他们是用非具烦恼之上。同样呢，他们也不用大乘这个字，因为呢他们是用诸菩萨，因为呢他不承许所知上，同样呢他们也不承许大乘。所以呢，对于所知上的名言和大乘的名言呢，对于一切有部来说呢是不存在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三乘的古特伽罗呢，它在积聚资粮的方式呢，是有差别的。那以诸菩萨来说呢，就是资粮到上品以下呢，就是须于三大阿僧祇劫中呢积聚资粮。那从加行到暖位呢，到无学道之间呢，就是一座当中呢即可证的，即可现证。那我们刚刚所讲述到呢，就是资粮跟加行位呢是要累积一大阿僧祇劫资粮，那不净三地呢一大阿僧祇劫资粮，清净三地呢一大阿僧祇劫资粮呢，这是刚刚是讲到说就是一般总说的话，也就是说大乘的总以实是如是的程序。但是呢，以一切有部来说呢，一切有部它所程序的方式呢，跟大乘的总以实所程序的方式呢又不一样。它是程序说呢，在资粮道上品，因为我们知道说资粮道可以分为资粮道下品、中品和上品，所以呢，一切有部它是程序说在资粮道的时候，资粮道上品以下呢，就是在资粮道的时候，它需要累积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那等到它进入了加行道暖位，那从加行道暖位呢到无学道，就是从加行道暖位见道修道无学道呢，它只要就是一生的这个时间呢，它就可以证得。就是这边就是讲到说，从加行到暖位到无学道之间呢，它这个一座呢，一座当中指的就是说一生啊，是指说一生当中，并不是说修行一座的时间，就是说同一个所依生，它可以依着同一个所依生呢，就从这个所依生，从加行到暖位到无学道之间。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在上面呢大部分都有讲到，就是讲到说呢，诸菩萨呢，就是资粮到上品以下呢，就是修学三大阿僧祇劫。那从加行到暖位到无间道到无学道之间呢，就是于一生当中呢，可以现证菩提。那缘觉种性者呢，就是资粮到上品以下，就是包含资粮到上品呢，就是在这中间累积100劫的资粮。那同样的呢，就是从加行到暖位到无学道之间呢，就是在一生之中呢，可以现证。那诸具声闻种性者呢，在4个有学道，就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的阶段中呢，集聚资粮。然后呢，即使呢获得圣道呢，也有必须在14个生有，就是14生当中呢修学有学道的情况。那这个讲到说有在14世当中，就是14生当中呢修学有学道，就比方说不一定都要14生。那有的呢就讲说有的只要3生就可以，那有的呢就是需要14生。所以这个讲说必须也有必须在14世当中修学有学道的状况，是讲说是有的，并不是说全部的意思。
那所以就是以毗婆沙宗来说的话呢，以切尔部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像是导师释迦世尊的时候呢，他们是承许呢，就是世尊就是今生的成佛呢，就是这个是真实的，就是在今生呢才成就佛道。导师释迦世尊是在今生才成就佛道，所以我们一般讲的呢，就是佛陀的12相示现里面呢，他们只承许三项呢是佛陀的示现，那其余的9项呢是属于菩萨的示现，或者说就是众生的示现。那佛的三项成道呢，就讲到说像是成正等正觉，然后还有呢转法轮，以及呢涅槃。那这三者呢是属于12项成道里面呢，12项示现里面呢，就是3项属于佛的示现，那其余的9者呢，都是属于菩萨的示现，或者说像是众生的示现。那这是一切有部的承许方式。那以大乘来说的话呢，大乘是承许说12项示现呢都是佛的示现，因为佛陀呢在久远劫之前就已经成佛，所以导师释迦世尊呢只是在示现一遍呢给众生看之外呢，所以都是佛的示现。所以呢，就是在讲到说一切有部呢，他们是承许说像是导师释迦世尊呢，就是在之前呢，就是已经累积了3大阿僧祇劫的资粮。那累积3大阿僧祇劫资粮呢，最主要就是在承办了佛陀的就是32相。那等到到了资粮位上品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在今生呢，就是投生为就是王族，成为释迦王族。然后呢，之后呢，就是出家。那出家之后呢，就是到菩提树下呢，那从菩提树下呢，就是进入定中，那就直接就是在进入定中之后呢，就从加行道、见道、修道，然后呢，一直到佛位，就是在一座的时间呢，就是承办佛身。那所以呢，在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它并不承许说像是我们进入见道之后呢，然后会有见道的根本定智，然后后得智，然后呢进入修道之后呢，修道又会有所谓的就是根本定智、后得智，它并不是做这样的程序，它只是程序呢，像佛陀就是导师释迦世尊呢，就是在菩提树下呢，然后就直接从加行道，然后就一直呢就是加行道，然后见道、修道，就是功德呢不断的增长，然后呢直接在一座的时间呢就是成就佛位。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人们切，就是第一个问题呢，要是一切有部呢不承许佛陀的报身，那修行就是累积的福德资粮呢，除了承办佛的就是色身呢有哪一些内容？那人们接着回答到说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边所讲到呢，就是承办的佛身呢，就是指佛的化身。那佛的化身呢，就只说佛陀本身嘛。那除了佛身本身之外呢，那也可以说就是透有累积这些福德资粮呢，然后能够承办就是佛陀的32相以及80种随行好。那为什么讲到说有部呢？它不承许说佛陀的报身呢？因为如果承许佛陀的报身的话呢，那就是要承许说就是在阿罗汉呢进入五余涅槃之后呢，那他的新的续流呢要能够延续。就比如说以导师释迦世尊来说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承许有所谓的报身的话，就是一切有部要是承许有所谓的报身的话呢，那就表示说佛在今世涅槃之后呢，那他的这个新的续流是能够延续的，因为他要在另外一个佛陀的净土呢去承办他的这个所谓的报身。所以这个呢跟他们承许说就是进入五余涅槃之后呢，就如同灯灭一般的，那这样子的承许方式会相违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并不承许说佛陀呢会有报身。接下来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独觉呢，他们要累积百级的资粮，和菩萨呢要修3大阿僧祇劫的资粮。那这个劫呢，算法是不是一样的呢？那我们接着讲说，就是在光讲劫的时候呢，劫的算法是一样的，但是在讲到说3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呢，那对于说一切有部，或者说我们以俱舍的方式来讲述的话呢，那他们所承许的就是3大阿僧祇劫资粮的这个算法呢，就是很复杂。那这个可能要另外找时间再讲说这个劫是怎么算的。但是如果说光光讲劫这个时间的话呢，是一样的。所以说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像是以切有部来说的话呢，他提到说要
到质量位上品之间呢，要3大阿僧祇劫质量。那其他的中义部派呢，它的时间要多久？那就如同人们刚刚所讲述的呢，就是成佛需要3大阿僧祇劫质量的时间呢是一样的。不过这3大阿僧祇劫就是在哪个时间点累积呢是不一样的。像以一切有部来说呢，他就说到质量位上品呢，它需要3大阿僧祇劫的质量。但是呢，以上部中像是唯识中或者说中观中来说的话呢，那就是质量位跟加行位呢需要1大阿僧祇劫的质量。那不净七地呢1大阿僧祇劫的质量，那清净三地呢1大阿僧祇劫的质量。那差别呢是在这里。那需要3大阿僧祇劫的质量的时间呢是一样的。今天呢，就是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呢，做一个收摄的话，就是一开始呢讲到说诸菩萨，那就讲到说为什么呢这边用诸菩萨的原因，一切有部为什么要用诸菩萨的原因，那以及呢讲到说如上的见解。那讲到如上见解呢，最主要就是讲到说三乘的主要所修呢是无有差别的，那就特别去解释到说为什么声闻缘觉还有菩萨的主要所修呢是没有差别的原因呢，那我们就是讲了说就是它和唯识中以及秩序应成呢就是差别在哪里，为什么它会全部的主要所修呢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就是福德资粮的时候呢，那就讲到说福德资粮以及智慧资粮，那二者为什么要双运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所要承办的佛身有2种呢，所以需要2种不同的资粮呢，然后来做双运。那接下来呢就是也讲到说就是应成以及唯识中呢承许说就是一切有部的这个持一切有部见解以及经部中见解的这些菩萨呢，他能够承办大乘的资粮道，但是呢他无法承办大乘的加行道。那同样呢就是原因为何呢，就是也有解释。那接下来就是讲述到说就是三乘累积资粮的差别。那三乘累积资粮的差别呢，就讲到说像是以一切有部的见解来看的话呢，就是诸菩萨呢在资粮道上品以下呢，就是要透由3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来做修持。独觉道同样呢也是在资粮道上品呢之前呢要花就是100劫的时间呢来做修持。那后面呢就是从加行道暖位到无学道呢，都是一说当中呢是可以现证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也讲述到说就是大乘的中义师，还有说像是大乘的行者呢，就是2者之间的这个差别。那同样呢在讲述到说就是他们声闻乘还有独觉乘呢，他们虽然说就是累积福德方面呢，就是有累积质量上有差别之外呢，然后他们的主要所证还有主要所断呢是没有差别的。那大乘呢就是诸菩萨呢和声闻以及缘觉相比呢，就是除了累积的福德有差别之外呢，那同样呢它的所证以及所断呢也是有差别的。因为呢还有加上呢所断呢要多断除呢就是非去烦恼之障。那这个呢就是讲了他们的差别。那接下来呢就是又提到说就是在提问的时候有讲到，就是主要是说对于2个问题的回答。那这以上呢就是今天所讲述到的最主要的一个内容。